区里头，我们有一个福气号是跳岛的一个小旅，可是没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须仰仗，有时候到布袋去，有时候到高雄去搭邮轮才能直接到澎湖。未来这边弄完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就会直接到澎湖去。我们这次的浮动码头的部分，包括游艇、渔船都可以直接来这边，就有效能的去做处理。过去的浮动码头状况比较不好，那大概只容纳40台，那这边可以容纳60台，又比较新颖。配合整个将军渔港的部分，我们这边也做一些规划。我们会希望把土地变更完之后，包括旅宿业可以进来，包括一些那个观光旅游业可以进来，那可以活络这个地方。所以从土地解编到渔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说将军港未来能够，不要只是封闭性的一个小渔村的渔港，变成一个大开大合观光性的渔港这样。因为去年的这个风灾导致我们原来这里有2座浮动码头就都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有去跟中央去争取经费，来做了3座这个码头。第一个是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些渔业的活动能够持续进行。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码头变成是它是浮动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响，让我们渔民要上下这一些货物能够比较顺利。第三个是其实它整个的稳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码头更好，提供更安全，整个比较美观，这样子对于我们港区的环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从将军港到澎湖的锁港是最近的海运距离，所以要到澎湖本岛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岛，从将军港出发是一个最短航线的一个港口。一个交通船的开通，可以带来一些游客驻足在当地来做消费。以后规划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个班次，冬季视海象状况行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大家知道这个浮动码头其实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动码头最好用。那我们将军渔港离澎湖啦，或离一些外岛，其实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们很期待这个浮动码头将来能够再重新打造将军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景点，就像安平一样。非常感谢水利署这个水资源署南区分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补助了8400万，能够让这个浮动码头工程呢得以顺利。我们每年在将军港渔港这边有将军吼，但是除了将军吼之外，我们有更多地方观光活动即将展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而且连城周边包括北门的真亚卡，还有包括将军的生命树，还有包括七股的西湖，这一连串都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你来。所以你只要来将军，那很多地方都是一连串的玩的休闲娱乐都非常方便，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渔港哦。廖时军嘅欢收看7月22號嘅中嘉台南電新聞。市長委託率領市府團隊甲台南一間企業前往波蘭、波美拉尼亞展開密集嘅經濟貿易交流，希望拓展兩市伫科技產業、智慧製造等領域嘅合作機會。期間並且拜會當地政府機關、經濟特區、甲科技園區等等，促進兩市嘅情感交流。市長黃偉哲表示，雖然這屆停留波蘭只有40點鐘，但行程滿滿，除了把握每一場嘅交流機會，用相關效率完成城市嘅行銷、產業媒合、甲啲農產推廣等任務，希望讓波蘭甲啲歐盟會用嘅認識台南。然後企業找到商機。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到哥丁尼亞，來跟台南的廠商以及 PPNT 的廠商見面，能夠主要讓兩邊的廠商互相認識彼此。而且我們希望借着這個機會，能夠有2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能夠讓波蘭以及歐盟更加認識台南，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能够介绍台南的厂商，让他们知道在格丁尼亚的 PPNT 有许多可以合作的对象，寻求合作。这届行程重点放伫人工智慧、甲热智慧制作等领域，并且拜会当地政府机关，包括格但斯克的市长杜尔凯维奇、格丁尼亚的副市长丁正耀，并且甲真侪当地城市投资招商的单位来交流，双方就产业的发展、文化商业的交流等交换意见，展现台南甲日波兰合作的共同愿望。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主事主妇千岁台江布袋翠寮大天府，为了靠下新闻，接受台顶一档比一档精彩。富丽电视台20号暗时特别传领坚强实力的台语歌手加豪华舞团组织，一帮加一帮演出，用上精彩在嘅表演，共同为王爷接受。现场表演席开将近300桌。客满虔诚的信众，带你来看闹得的现场。我很伤心，从今以后不能够见到你，只有希望在梦中能够时常看见你满地。高龄86岁歌坛中亲像贾雷等台语实力派歌手，搭配豪华舞群轮番上台表演，透过有线电视112台现场直播，将人山人海表演完完记录。这场晚宴正是台江布袋翠寮大天府为了靠下新闻。21号暗时，由富丽电视台招牌主持人李安中精心规划，让大家信众看甲入迷。咱台江王爷，伊的年数的金星已经330几档啊，所以讲诶，非常的灵感，非常灵感。所以讲诶，咱借着这个平安福宴来这个转播，咱的全国的好朋友来这个得到咱的王爷台江王爷的庇佑，互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家家户户会当平安顺利。为了庆祝主妇千岁万寿，会中乡副市长马率领市府以及主管来上香祈福，并且将台甲侪民代贵宾共同见证王爷成为显赫，将委员用心带动宗教文化提升。大家除了夜杯同庆，嘛点燃高空烟火，将活动早日上高调。咱主妇千岁，甲咱的超国在主义，甲咱众委员大家努力。咱会当看到今仔日，咱的台江王爷主妇千岁，咱规个无共款，尤其咱连续办着咱的文化季。咱18号举办着这个明皇这表演出的，今仔日更加成功，有大家这种有奖、种信众大家来参与，所以会使讲非常的热闹热。副主委李安中指出，台江布袋翠寮大天府伫祖先开机时，每到新明圣诞，皆当伫工地临时搭布棚祭祀。1969年才协力完成具有大天府神庙，直到现在成为庇佑。今年因伫7月18到21顺利举行文化节系列庆典。最后一天平安席开将近300桌，为庆典画下完美句点。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品德教育爱对细汉来教起，淡市安平国际同济会甲市府教育合作，持续推动品德教育计划。今年因搁再捐赠20万相关的教材甲资源，予4间国小。希望透过阅读、动画以及多元课程，培养囡仔正确的价值观。台南市安平国际同济会所推动的品德教育定金计划，今年迈入第6档，捐赠优质动画教材及社群活动费用20万，鼓励学校持续把品德教育加入教学当中。有3000多位小朋友受到这个活动的嘉惠，对。那自由大小乾坤和悠游自在，在这6年时间里面，由学校老师的引导，
已经渐渐的见到了的成效。透过品德教育，可以改善这个小孩的品德，然后让小孩子就成年以后，不要去做坏事。第2期选定安顺、大公、药井、梨林4间国小，其中梨林国小品德教育已经融入日常课程。经过1冬的时间，学生的品德素养甲家长的回馈，拢有相当好的成果。利用我们课堂的时间，包含早自修的时间，还有我们在餐前5分钟的时间，以及我们有一个大集会的时间，针对全校一起来推广这一套的教材。安平国际同济会所关键的2套教材，拢是来自中华文化，并结合现代生活故事，以3D 动画科技的方式来呈现。趣味的剧情受到学生喜爱，同时也传达做人处事道理，建立良善品德。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市教育推动生命教育加优生校园，其中针对流浪动物议题，特别举办创意多开竞选活动，鼓励学生透过图案加文字，表达对流浪动物的关心。伫学期结束之前，嘛选出3位得优，由市府正式表扬。这3位得主分别是摩道国小的王之庭、海淡国小的洪月恩，甲着文王国小的张新宇。因分别以着别让爱成为遗忘的街角，爱他就不要弃养，甲着领养代替购买等理念，得到了得优。就是画了2只猫跟2张照片。2张照片就是在讲说他跟他之前的主人的快乐的时光，旁边是他在路边，就是路边的地板跟垃圾堆在一起的情形，希望他们不要成为遗忘的街角。是来自于那只狗狗，因为它每次晚上都会陪我睡觉，出去也是跟我形影不离。然后我每次跟他做事的时候，都一定会带上他。我觉得浪浪需要被我们关怀和保护，所以我画了2只猫，一只是原本主人就有养了，另外一只是主人从地板捡来的猫。中间画的爱心是表达他们的相爱与爱护。希望透过孩子从他们最亲近的身旁的宠物开始关怀，那培养他们一个责任感、同理心，那尊重生命的这样子的议题，来做一个出发点。那希望孩子用他们的视角来认识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那也对自己培养责任感。市府教育局办理115年度生命教育人人语录创意多卡的甄选，今年以着领养代替购买，客家多功能教育园区，甲着现代动物卖放生等创作的主题，透过艺术创作结合生命的教育，未来会将优秀的作品融入去校园的宣导所在，提供各校融入课程，甲着班级来运用。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由爱甲关怀苏五五协会所精心规划主席音乐晚会温馨登场，也请这位实力歌手、驻青艺人等等专业的表演，用音乐为桥梁来传播爱甲关怀，嘛期待汇集社会良善的力量，陪伴更较侪需要帮助的人。
逐渐淡出荧光幕的歌手方俊，难得现场，还特别安排传统戏曲《四郎探母》精彩演出，以歌传爱、关怀生命慈善音乐晚会在台南中西区登场，多位实力派歌手、资深艺人以及表演团队轮番登台，金牌主持人巴乐、马妞联手主持，以幽默风趣的互动串联整场演出，炒热现场气氛。我就是要来主持，就是非我莫属。为什么？第一点，这台南是我们的首发，也是我们创会长来讲，他那时候在北京，我们就把这个场地透过很多我们的主秘，我们中西区的主秘跟我们的区长，还有我们地方的这个阿伟林成伟的老板，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有他们来协助我们，让我们的活动会做得更好、更盛大。因为我本身就是很爱做公益的人啦，马姐她也是喜欢做公益，所以她走到哪我就跟她走到哪的，对，力挺到底啊，对。音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好，咱我想我们一起人哼哼唱唱，他心情就会非常的舒畅。那尤其在弱势这方面，有人在关怀他的话，透过这个形式来关怀，我想他们会更感受到更多的那个社会的温暖。爱与关怀455协会创办人也亲自以歌声传递祝福，让爱心透过音乐持续发光发热。那现在可能是因为社会进步了，脚步加快，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借着歌声的传递，然后让大家呢有情感交流的机会，然后呢借着歌声让大家更紧密，抒发一下情绪。协会表示，希望透过慈善音乐晚会，让艺术不只是娱乐，更成为传递温暖与希望的力量，在悠扬歌声中感受爱，分享爱，为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记者宋怀谈的报道。第4届国际礼宾亲善大赛选拔正式展开，主办单位特别将训练场地搬至台北市电古迹新丰村地行，予12位入围的选手伫古色古香的气氛当中，向知名地师学习皇帝礼仪，嘛挑战内在修炼。活动选在百年茶行举办，结合礼仪传承、茶香文化主题，从环境到课程都充满人文底蕴。选手实际体验奉茶礼仪，从持杯、奉茶到细节动作都讲究分寸与节奏，让日常喝茶转化为一门待人接物的学问，也让参与过程多了沉浸与专注。有啊，那个拿茶杯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我可能坐在比较后面，所以我一直在看老师的手到底是怎么抓住那个茶杯。像我们一般喝手摇饮，就是很顺手拿起来一杯就一口喝完又放回去。那其实刚刚的课程就是他教的还蛮细节，就是你会发现说，茶原来有这么多的就是不同的礼仪需要去学习，就是在正式的场合里面，原来是和日常生活中是这么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知识对我来说还蛮新奇跟新鲜的。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就是茶道里面有那么多要注意的小细节，然后我也觉得很酷，就是每一个小细节其实后面代表的文化含义也有很多。那个手指拿的那个方式，然后还有那个三角形，就是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本届共有16位来自国内外大专院校的优秀青年入围，透过课程学习放慢步调，也感受到礼仪能够传递温暖与尊重。培训内容横跨茶道、4酒礼仪、航空服务、国际接待与形象美学等领域，选手们透过五感体验，理解礼仪背后的文化意涵，也在课程中培养自信、表达能力与跨文化的沟通技巧。我觉得形象管理非常重要，就是在未来我可能工作或者在职业上可能会需要这项技能，所以我就先参加了学校的亲善大使团，然后再来参加这个选拔活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重视生活仪式感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学校的亲善大使团。那我在参加社团的期间，就是一些典礼的活动，我也觉得这方面其实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也觉得说礼是一个可以带给人温暖跟尊重的东西。平常个性本来是一个比较急躁一点的人，然后我做事情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我想说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有很多课程就是很新鲜，然后也感觉可以培养我自己的个性，然后自己就是慢一点，然后学习各种礼宾相关的礼仪知识，我觉得对未来也会很有帮助。
今年的活动很特别，是我们以往没有开放台中的面试，那今年我们就有台北场面试跟台中场面试。那因应10周年，我们也特别开放，就是没有礼宾亲善经验，但是你对于礼宾亲善服务是有热忱的伙伴，也可以再透过这一次来报名。那这一次的课程里头结合了像以往没有的是社交舞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国际的场合里头，会有男士跟女士要来跳国际标准舞跟社交舞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在校园里头学习不到的。再来就是侍酒礼仪，还有今天的茶道文化，这些都是以往在学校里头没有办法学习到的一个文化礼仪。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次10周年，特别邀请一些大师名师来做这样的讲座，让更多的学子除了口语表达、美姿美仪、基本的仪态训练之外，还增加了一些国际上面的文化交流的课程。迈入第4届的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不只是竞赛，更是青年培力与文化交流平台。透过系统化培训与实作体验，累积服务精神与同理心，让参与者成为文化的传递者，在国际舞台展现台湾温暖而细腻的软实力。2026国际礼宾亲善大使，欢迎您！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高雄高山鱼市场转型以后，有真侪知名的餐饮品牌进驻，去不少民众来用餐。不过最近持续高温，嘛出现馆内冷气已经无够凉，大家食物件时大粒汗、小粒汗。对此，经营团队表示一定会尽力改善。南部高温炎热，不少民众会选择到室内景点避暑。转型后的高雄鼓山鱼市场就成为民众及游客品尝美食的新去处。不过，近日高雄持续高温，有游客反映馆内空间略显闷热，尤其用餐尖峰时段人潮增加时，感觉冷气不够凉。刚来的时候应该还好，现在开始觉得有点热。通常可能百货公司或者是买饮料吧，买饮料和解暑。对啊，如果真的太热的话，就窝在家里就好。刚从旗津回来到这边比较凉，吃个饭消暑，比较不会太热，不会预防中暑，够还蛮凉的。鼓山鱼市场前身是拥有近100年历史的鱼市场，整件活化后采用透明盒子设计，四周使用透光双层玻璃，屋顶则是铁皮结构。馆内餐饮业者表示，近期天气持续高温，加上西晒影响，室内温度确实比较容易升高，希望相关单位持续改善空调环境。空调不足，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所有卖场都会遇到的状况，不是只有这边。对，人潮多的时候一定会啦，因为毕竟人的体温啊，还有各家店营业的一个部分。对啊，但不过我觉得这边空调已经尽量满足我们了。对，但还是会比较热，因为毕竟这边是铁皮的部分啊，一定会比较吃亏一点这样。放暑假了，就高雄人大家可能就不想去别的地方，就可能会到这边来。像我们这边就是很多美食这样子可以吃，就大部分就是可能说家长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龄的人士会来这边，就是来看看这样。对此，经营团队表示，主要因为这几天真的太炎热了，在去年3月开幕之后，已经将所有玻璃贴上隔热贴，同时也追加冷气主机，后续将研议是否再次调节冷气温度，提升民众舒适度。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高雄市政府甲轮椅梦公园联名等单位合作，伫和平岛第7公园举办无障碍独木舟各船挑战活动，邀集26位肢体障碍勇士参与，用实际行动来突破家己，嘛打破身体限制，实现海洋平权。肢体障碍勇士下水挑战，顺利搭上独木舟桨板，时间一到，顺利出发。3号船选手都已经上船了。副市长邱佩玲递上划桨，替26位勇士加油，从和平岛航向基隆屿挑战自我。身心障碍者在第一次这样接触海洋，那种感受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那我们很希望符合谢国良市长打的，基隆不只是一个海洋城市，更希望是一个没有障碍的海洋城市。永渡基隆屿，起来！市政府携手轮椅梦公园联盟、北关处和和平岛地质公园举办一场无障碍独木舟永渡基隆屿挑战活动，
邀请26位来自全台各地肢体障碍勇士参与，从和平岛滑向基隆屿。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去完成，就不要害怕这样。让社会大众看到另外一面的身障朋友，他们不只是坐在轮椅上面，或是拄着拐杖才能行动，我们也可以经由另外一种方式来亲近大自然。没有障碍的人，只有障碍的环境。因此呢，我们透过了所有的辅具的设施，还有设施设备的环境的改善，来让每一个障碍者能够很安全的下到海里面。这么多年来，一直跟我们基隆市政府这边有充分密切的一个合作哈。那海洋的一个活动本来就是大众亲民的一个部分哈。除了我们之外，我们希望让无障碍的一个朋友，他也可以亲水的一个部分。这项挑战不仅考验体力、意志力，更需要团队合作，彼此扶持。出发前，26位勇士经过3个月的密集训练，学习救生能力、划舟的技巧、上艇的技巧、下艇的技巧。万一你独木舟在外海翻覆了，你怎么自己自救？这些东西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所以必须经过一个有系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协助跟训练。那从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改造了海边的环境，包括所有的下水坡道。然后呢，独木舟呢也是特别针对身障者做设计的。那坐轮椅的民众呢，也可以呢在这边有一个移位机呢，协助他们进到独木舟来进到大海当中。所以这一切的设计呢，都是因为我们要迎接无障碍的游客可以顺便的一起来玩。在和平岛地质公园呢，只要你是身心障碍卡，然后有陪同的话，都可以免费的进入到公园来玩。经过5个小时的海上挑战，26位勇士顺利完成。除了宣导海洋平权观念，也为自己的人生写下新的篇章。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谢谢，我们祝福。感谢收看7月22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公务
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